袂使互变化。哦，医生哦，有医生啊。那么医生哦，已经生出来恶念，已经做出来恶行，外面断掉。啊，修道就是安尼尔，修道就是安尼尔，无变啊。所以就是上咱来就爱说爱切记个功夫，你们真是。那我咱就做人讲，心地不美是世界。咱要到真正改变。哦，心地若无死，无死，就是信了嘛。啊，若心地若无乱，就是信啊嘛。咱就我讲咱若无畏无死无乱，就是咱改变嘛。咱就是这物件，这拢是这个功夫。那么咱就我当时也咱来应用这个手机，哦，咱拢做啥呢？啊，非常的出来这边啊，主持不错，好对，咱的生活了非常自在。所以呢，咱的就是保专心致力，哦，然后可以做出心情。